中國嘅中醫理論到今時今日西方都唔拜，係咪代表冇用？唔係。同樣道理，我哋 HRA Centre 用不同嘅方法，好似嗰位女士本身有精神問題，食好多嘢好肥嗰個，都講佢話覺得好先進，因為能夠指到俾佢睇，佢身體實際係咩毛病。其實各位，大部分嘅毛病都係條腸開始，所以你處理好個腸嘅話呢，好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。大家同唔同意？ New Life 由第一日開始已經係誠意推廣健康與財富，我哋只會賣一啲係我哋安心自己用嘅嘢，我哋安心俾家人、爸爸媽媽、仔女用嘅產品，先至將嗰啲產品拎嚟做一個平台，做一個生意賣俾人哋。堅持咗30幾年都冇變過，你哋用緊嘅即係我哋食緊嘅，係咪安全好多啊？各位？